歡迎大家返嚟井旁 Make It Happen， 我係傳遞 Maggie。今次會開始講下聖經人物，佢哋嘅經歷其實同我哋都好似噶。第一個要講嘅就係亞伯拉罕啦。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幫幫手，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。如果想了解下我哋嘅查經課程，歡迎以電郵聯絡我哋噶。一講到亞伯拉罕呢，我估唔少人會諗到信心之父咯，因為佢一出場，神就叫佢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啦。75歲嘅亞伯拉罕就二話不說咁樣起身行咯。最後神要佢獻自己最心愛嘅兒子以撒做燔祭，佢又係問都唔問多句就喺第二朝一早帶以撒上山啦。你又點睇亞伯拉罕嘅呢？有唔少人會覺得亞伯拉罕好勁嘅，佢信心無敵，我同佢相差得遠啦，冇乜共鳴噶。但係創世紀嘅作者呢，又唔係咁講嘅。無可否認，亞伯拉罕同神嘅關係好好，非常之相信神。最後呢，連以撒條命都願意放手交俾神。但同時間，作者由第12章至到25章裏邊，亦好坦白咁樣呢，呈現咗亞伯拉罕都有唔少信心軟弱嘅時候噶，只係一直去學習信靠神。作者其實要話俾讀者知，亞伯拉罕都係一個普通人，我哋驚嘅嘢佢都會驚，而佢做到嘅嘢呢，我哋都可以選擇去做嘅。呢個就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信仰啊！獻以撒就係亞伯拉罕信仰成長嘅結果啦。有冇諗過點解亞伯拉罕可以相信神，有勇氣離開自己嘅家鄉，而去一個完全唔識嘅地方？但係呢，到咗饑荒要去埃及揾食嘅時候，就驚到呢要去法老，唔認撒拉係自己嘅老婆呢？唔止一次喎。即使係創世記15章、17章同埋18章裏邊，神應許咗亞伯拉罕會有子嗣之後，佢喺第20章裏邊呢，又對基拉耳王亞比米勒話撒拉係自己嘅妹啊。究竟佢搞咩？其實我哋咪又係咁上下。亞伯拉罕決定跟隨神之後，從來咧冇諗過要翻去哈蘭或者吾珥，因為佢從來冇質疑過自己嘅信仰。喺創世記12章裏邊，佢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，當然有好多挑戰嘅。不過你留意下，佢仍然咧可以帶住他妻子撒萊和侄兒羅得，以及他們在哈蘭積蓄的財物、獲得的人口，咁多嘢一齊去啊！即係話咧，仍然有嘢可以俾佢掌握得住。咁咪就係好似我哋咁咯，決定成為基督徒，就開始一心一意咁咧去學習跟隨耶穌。雖然有啲生活模式咧係放棄咗，但係咧仍然掌握住自己好多嘢啊，未去到喺咩都冇嘅情況之下，單完全信靠神嘅地步。如果一直都冇遇過咩風浪嘅話，都唔會覺得自己信仰唔成熟嘅。直至咧有啲衝擊發生啦，就會發覺到咧，總係有啲情況，我哋會好容易後退嘅，急住用自己嘅方法想去控制大局。亞伯拉罕咪就係咁咯。佢喺創世記第12章裏邊咧面對法老，同埋20章裏邊咧面對亞比米勒嗰陣時，佢唔敢認撒拉做佢老婆啊！梗係啦，亞伯拉罕咧見到眼前咁嘅形勢，佢知道就算佢全家上下加埋晒，都唔可能係呢兩個王嘅對手啊，一定冇得打，死緊添。所以咧，如果兩個王知道撒拉係自己嘅靚老婆，咁就一定會殺咗佢去搶撒拉啦。亞伯拉罕面對呢個咁危急嘅關頭咧，佢就認為唯一最有效嘅辦法就係欺騙。咁佢條命仔咧就可以即刻保住，呢個危機咪可以即時化解咯。神太遠啦，千祈唔好話佢冇用啊，因為我哋都會咁噶。面對緊一啲逼到埋身嘅困難嗰時，就好容易唔記得咗神啦，會咧即刻攞翻自己個套辦法出嚟。點解？因為當危機喺面前嗰陣時咧，
心裏邊嘅潛意識就會同你講啦，哇，殺到埋嚟咯，神邊要講得切啫？我都諗唔到神而家可以做啲乜嘢講得切啊！嗱，但係我就有一個即時嘅解決方法，都係等我自己快啲搞掂啦，唔使擔心，咁咪仲好。嗱，真係嘅，同大家分享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啊！我朋友咧啱啱揾咗一啲專業人士幫佢報佢哋嘅自僱生意嘅稅。咁咧佢報完之後咧，人哋交條數俾佢，佢先發覺咧，哇！原來今年佢要交嘅稅比佢預期中咧係多1倍啊！咁佢就打電話問嗰個人啦，喂，有冇計錯數㗎？嗰個人就話啦，嗱，數咧一定唔會計錯嘅，但係如果你想俾少啲嘅，都有辦法嘅。嗱，你就揾一啲朋友或者親戚當係幫你做嘢，跟住咧寫翻條數，你就要俾錢佢幫手啊嘛。嗱，如果你條數寫得唔大咧，稅局咧其實一定唔會查噶啦，咁你就可以即時減咗1半嘅稅啦。嗱，我呢個朋友咧其實經濟都好有壓力嘅，如果用呢個欺騙稅局嘅方法咧，佢係真係即時咧慳翻成1萬蚊喎。如果係你會點做？我朋友咧都有掙扎過嘅，佢寫多條數落去就可以即時去輕鬆一口氣。但係咧，最後佢又冇咁做，選擇咗老老實實咁去交稅。因為當佢冷靜落嚟嗰陣時咧，佢就肯定欺騙咧係唔合神嘅心意啦，而係咧對神呈現咗一種好大嘅唔信啦，只係想信自己。嗱，呢個亦都係咧惡者對人成日設嘅陷阱嚟噶。因為隻衰嘢好清楚人咧，成日都好心急，要去依靠自己去掌控一切。唔想去等候神。嗱，所以有冇留意到啊？聖經成日都會提醒人去等候神噶。亞伯拉罕出賣撒拉咧，都係呢個原因。嗱，但係點解最後佢又可以順服神去獻以撒嘅咧？嗱，大家要留意啦。神要求亞伯拉罕獻以撒之前，其實行咗一個好大嘅神蹟，就係90歲嘅撒拉竟然懷孕。仲生出一個咧健健康康嘅以撒啦！呢件事根本係冇可能發生噶嘛。亞伯拉罕拗爆頭都解釋唔到點解。但係呢次之後咧，佢係真真正正認識神，切切實實咁去經歷神嘅能力同埋計劃，原來係完全都係超乎佢想象噶。希伯來書11章19節，亞伯拉罕認定神能使人從死人中復活。認定呢個希臘文 logisomai 咧，其實意思就係經過深思熟慮嘅計算。即係話亞伯拉罕唔係憑空去信過，而係有唔少嘅事實去支持佢去達到一個決定。呢啲咪就係神同佢一齊行過嘅成長經歷咯。講翻我朋友啊，佢選擇唔用自己嘅方法，係因為佢回顧翻以前嘅經歷，佢相信神係信實嘅，會關心佢嘅一切。最終一定會帶佢走過，所以亞伯拉罕嘅信心唔係天生噶，而係通過唔同嘅經歷去認識神。中間梗係有高有低啦，同我哋咪一樣。馬太福音8章23至17節裏邊，耶穌平靜風浪嘅故事都有講呢樣嘢嘅。門徒咧喺船上邊面對大風浪，哇，驚到想死。雖然佢哋有叫醒耶穌啊，但係似乎咧，只係想叫醒佢為一齊不水，或者諗個方法，直至耶穌平靜風同海，佢哋就互相去問：這是什麼人？連風和海都聽從他呢？所以要信心成長，就要先認識神，唔好浪費咗每次困難嘅經歷啊！多謝大家睇晒我哋呢條片。如果開始時未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嘅話，麻煩而家幫手啊！撳一撳個掣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